就来到台中的五车，透早6点发生着死亡车祸，有一个67岁太太出门要运动，可能是贪一时方便，直接过大路，结果互一台直驶74岁驾驶弄一个，当场死亡。肇事的驾驶讲，伊是要出门上班，当时是青灯，看到有人要冲过大路，紧急打档啊，已经袂赴路。太太的查囝赶到现场，认老母是哭甲真伤心。敢是翕到透早智慧阿桑双手掼2大包茶叶，行伫咧对向人行道，无偌久就竟然直接行过大路，一台3个前向的轿车赶紧闪过，不过后壁另外一台黑色轿车闪袂离，直接甲阿桑弄飞出去，互阿桑的头壳破去，当场死去。我看到你一定有啊。还是过马路啊，远啊，过马路啊，我车顶啊。了代志，74岁洗车洗礼驾驶讲，伊当时洗车出门要去上班，车顶经过路口时，才看到阿桑已经袂赴，黑色轿车撞到了后，头前正面的板板规猫落去，造反玻璃嘛弄破一个坑。应该是半夜出去的，我在困啊。啊，你困吼？啊，有运动的习惯无？透早。阿桑的查某囝接到这个消息，赶到现场认尸，伤心甲规个人站袂调，爱警察甲扶咧。伊讲妈妈平常时拢有早起运动习惯，阿桑住伫咧清水区中央路，离事发地点大约2.5公里，行路需要行半点钟。事故现场人行道顶的纸箱花，内底拢是当时阿桑沿路脑运动、拿捡回收的物件。同龄女由光华街南往北方向穿越车道，双方发生碰撞后，行人头部明显撞击伤，全身多处擦挫伤，经救护人员现场判断已明显死亡。汽车驾驶经酒测后无酒驾请示。姓李驾驶经过酒测无啉酒，离事故现场头前大约50公尺到半米线，到底当时路口定号是啥？警察会阁继续调监视器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